爷兄，文德爷策才高雅光，亦与樊老爷策得携水连一夫，不知肯依云法。我儿在所有前弃官放肆，王爷兄不必太强。证明儿啊，历年把要你携手连一夫，你可为邪？弟弟，今日乃是历年把父子受亲，孩儿立个些手连一夫，以表恭贺。这是有姑师兄才，孩儿怎过出城？王师兄不必客套，快歇吧。有道是恭敬不是聪明，儿啊，你快快歇吧。真明家园带王公子到书房去歇。是，王公子，请。这首会如意，传圣的是来其源。天家军旗司前中，十方公子十方中。好，快把翠帘挂起来。哎呀，李爷兄，此乃我儿且局长不等他呀之道，挂不得。哎，这样好的翠帘，乃是蓬荜生辉，怎能不挂？今年28岁，去了哪家前妻？尚未婚配，必有一言难以启齿。爷兄，你我私语之交，不妨侧言相告。想小弟年已88，只生一女，今年18岁，尚未许世，也欲配与令郎为妻。不知肯依云法。想小弟家道贫困，怎敢高攀？兄不必太谦。希蒙年兄台，小弟官不聪明，自欲平静。那一次单言为凭，万须美你我一言为题。此次小弟高攀了。哎呀，快来拜见岳父大人。拜见岳父大人，也去起来，婵儿，快去见过你妹婿。是，妹婿请了。舅兄，婵儿，快来饮茶。不爹，小子家有要事高抬，既有要事，你就先回家去吧。是啊，宋舅兄。王爷兄，你我几位亲家应该改变搀扶才是啊！此次要成亲家了。哦，亲家。老爷，哎呀，夫人，李年兄已将他的千金小婿许配我儿，快快改变称呼。哦，是只要在亲家公、亲家母的。儿啊，快来拜见岳母大人。
拜见有母大臣。罢了，哈哈哈哈哈！耳听设言。健康我出父亲我哈喂走哟，公子身上的老身可得沈媒婆，有生有一事要与你商量。公子坦率无妨。我有一表妹名叫李秀英，我早想娶她为妻，谁知故爹竟叫她许王友之子王永利。请你过来想一办法，我听要把表妹特了为累。想他离府千金，接着就要出嫁，老身我还是不爱让你这件事嘛，我快有些为难哦。只要你想一办法拆散他们夫妻，我敬你怕人20两。20两。杀死表妹到我手中，我再敬你怕人50两。50两？哎呀，不瞒公子说，办法倒是有一个，不过……哎呀，长家伙来由我担待，快快想来。好，只要公子写情书一封，是公主与小姐早有往来的老身去退。好紧，我这里有怕人20两，你先拿去。事成之后，我再给你怕人50两。50两，50两，50两啊！公主亲啊！
原来是封书信。一只牛尊，古文有表兄亲长，想古文有乃是他的表兄。这封书信和这只牛尊真伪落在这里。待我仔细看来。分与表兄四面，是有青梅竹马，兄妹情深意厚。有你中秋一别，深情常外心疼。这朋友老姐妹恩爱共结不生，哪料是非深渊，年命另配乱世。我在家道王家岂肯得心忘水？有这一只了表示我的事业经营难度，少文作为自己没有为门之事，你是说年成爸爸，年成爸爸。好气，好气也！我知道他是冰清有情名门女，谁知他是伤风败俗。下情深，礼上书啊礼上书，王位上书少家教，王门清白有名声，有令神穷志不顿，这妻子他所怎能承恩？我才与他去争吵，这秋日传扬守门庭院。也罢。
玲娶这个媳妇，跟我老太婆是又想又开心了。喏，这媳妇大娘是愈才愈貌，愈讨愈丽，进门的辰光啊，家中不少。嘿，这令我老爷个官员来在啦。喏，新年亲家公进口一开，跟俺老爷们上去做官去在，我老太婆在那开心死在了。耶，这跑过去个后头好像是新乡王这个丞相嘛。丞相，丞相，哎，参见老夫人。丞相啊，这老夫人倒要问问侬噻。老夫人，你要问我什么？跟那小姐的姑爷好不好啦？小姐的姑爷嘛，当然是好的喽。这姑爷的那小姐呢？姑爷的小姐嘛，那，这小丫头，讲闲话吞吞吐吐，阴阳怪气，这到底好不好啦？老夫人，不是我丞相不弄是非，要问姑爷的小姐嘛，可是不上好。啊，是不是好？是啊，自从成婚以来，姑爷他还没有上过来呢。听侬讲啦起来，伊拉小夫妻还没动过房来。哎呀，阿玲啊阿玲，搿侬真是昏了头了侬！哦，丞相啊，搿侬等我叫伊出来。老夫人，私房里我不去。搿侬为啥不去啦？老夫人，你不知道，刚才我到书房去请姑爷上来，我还没有说上几句话，他就骂起我来了。骂侬？要是我再去请他呀，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。我要打侬啊！搿小畜生，他比你有介凶残啊！好个，让我自家去叫。阿玲啊，阿玲！孩儿拜见母亲。上在，阿玲啊，搿做娘的倒要问问侬噻。母亲何事？侬在书房里做啥？孩儿在书房读书啊。读书倒是要紧的，搿呀，读书白天了，夜里读啥个书啦？去，新房里去。孩儿不去。搿侬为啥不去啦？读书要紧呐。哎呦，读书，读昏那个头，去呀！不去。搿侬是真个不去，还是假个不去？哎呀，侬是真个不去呀！丞相，把我拖上去。哎，谁管？哎呀，老夫人，哎呀，搿小畜生，侬辣那娘的面前还有介凶啊？好，到底是侬凶还是我凶？丞相，老夫你看看，侬动手，把我拖上去。母亲。小姐，老夫人姑爷上来了。伯伯官人，请上楼来。哎呦，好过好过。小大娘来。媳妇拜见婆婆。哎呦，生在生在，官人。
阿玲啊，这修多娘多少个遇到你了，快去挽一个脸去。秀啊，阿玲老师是对子，不都道理个，都弄好了阿婆脸上不要动气呀。哦，天色不早，阿婆还要去噻。媳妇送婆，哎呦，不要送，不要送！呀，这啥？孩儿送母亲。哎呦，不要弄送，侬帮我送到。这小畜生，他跑得比我还快。让我关这个门。母亲，关门可不要上手啊！耶，这小畜生他提醒我噻，叫我关门不要上锁，我偏要上锁。哎呀，这今朝小两夫妻和睦噻，跟我老太婆还要乱困觉起噻。母亲，娘啊，娘亲不知儿辛苦，儿要一命难测透。此事一旦传出外，李王两家都惊愁。此今是弟弟到京城去，夫人所知难测透。我虽与千百委求相随诉，也只好反背冤家心头。家有言妻夫少，孝子言生记得多。唉，呀，难道他厌恶秀英容貌丑？无奈与他才郎配成婚。难道他厌恶配家壮脸上？难道他离
孩儿见过母亲。上贼，媳妇拜见婆婆。媳妇啊，俺娘有心来哉，不晓得有啥个事情，能到这个来看看。婆婆，首先离开前官城查看。哎，到底是宋师傅个千金了，个清清楚楚啊，多少个懂道理了。阿玲啊，哪有没有心来哉？能到这个来看看？母亲，孩儿不要看。不要看呀！个做娘啊，不能多自己念书，弄在娘的面前把起架子来哉？侬不看，算在我也叫媳妇到娘看过。媳妇啊，阿玲不识抬举，搿侬自家看好哉。阿婆叫侬看，侬只管看，有啥个事情啊，告诉阿婆哦。婆婆心中别负他是，此行今生乃是媳妇我满有知情。母亲请官人与我同去饮酒宴。我老太婆倒是忘记在哦，媳妇啊，阿玲换换衣裳，马上动身。孩儿不去。不去？搿侬为啥不去啦？没有孙子不去。没有孙子丞相，大王总把宰相孙子拿来。是。媳妇啊，搿多少人，孙子倒是要紧个哦。老夫人，那啊，孙子来哉，孙子来哉，拿。孙子虽好，可惜国子太轻。那，侬搿个我出啥？呀，搿好个一把孙子了，把侬插来把侬废死了。侬不去孙子，我会叫媳妇大娘一个人回去个。媳妇啊，搿伊不去，侬一个人回去好在哦。婆婆，即使官人不去，那媳妇也不去了。哎呀，媳妇啊，搿哪娘就侬一个侬啊，侬搿趟不回去啊，也要不放心噻。阿婆做主，侬这个啊，回去只一个半年回来。才官，哎呀，这啥？搿屋里有侬当家在，老是侬做主，侬叫媳妇大娘不要回去啊，我偏偏叫伊回去。媳妇啊，去，婆婆，去，哎呦，去，哎呀，妻子，想着前生今日回转娘家，定是有雅在先。走。我是有道理。
他有请。有请小姐。丞相，小姐，父神跟前不许多言。父神在上，丞相开门。罢了，你家小姐呢？儿啊，为娘书信上面写的明白，叫你们夫妻同来，为何不尽允许呀？夫人，母亲，官人他已洞察好语，为人去了，故而他没有来。为文去了。母亲，官人叫女儿在母亲面前得为分安告才。这也难怪。儿啊，也有不见你受得多了。母亲，今日我儿回得家来，为娘心中十分高兴。我已配得酒宴，你我母女同饮几杯。是。丫鬟端酒上来。
亲，女儿我应不暇。哎，想你在家的时候也能饮上几杯，怎么今日连一杯都饮不下？母亲，女儿我不想饮酒，不想饮酒。儿啊，莫不是王府门庭不相称？母亲你需要多一猜，莫不是婆婆与你合不来？他对女儿是动情深意一不配，莫不是为娘陪嫁妆面少，我儿脸上少光彩。母亲啊，女儿妆脸莫忘记，4080几张美。莫不是为娘没有来看你？从今儿我30负责，为娘亲自团圆来。母亲，这都不必了。不必了。莫不是你夫妻之间报恩？夫人，母亲，我与官人是隐隐相随之不分开。丞相，我来问你，老夫人退身可好？夫人啊，老夫人退身十分好。那么顾言你不言他，怎么样？也好既算是此，那为何你将小姐的面容如此憔悴？想必是初到王家，饮食不惯，起居不便的缘故。饮食不惯，起居不便么？儿啊，今日我儿为得家来，就在为娘身边独自几日，与为娘亲自照料，你要好好养息身体。今晚就与为娘同榻，娘还要与你谈谈家长呢。是夫人，夫人，禀夫人小姐，姑爷差送送来书信一封，姑爷要小姐亲自查看。儿啊，想你刚到娘家，言希怎么就有书信来了？母亲，有女儿查送官款。
儿啊，宴席苏醒到来，为了何事？母亲，官人来信飞聘，只因伯伯年迈，夫人侍奉，官人他读书，要我做伴。故儿嘛，叫女儿随轿回去。哎，儿啊，那与女儿莫有为门去随轿回去的道理。哦，得为娘写书信一封，叫延禧也来同志也去私了。母亲，既然官人他也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母亲，你今日放女儿回去，女儿该着再来侍奉娘亲。儿啊，想你家到王家自有一用，难道只与你婆家，却没与我娘家了么？母亲，娘。家家我等，我父亲同作伴，送堂的促成。道理。母亲，也罢，为娘子累你自一笑，一笑，明风我一座风儿转家门。母亲，你既说要放女儿回去，又何必再留女儿自诉一笑？怎么，为娘留你一笑，都留你不知？母亲，女儿今怎么为这个夫妻守候？为娘留你一笑，就要害你们夫妻守候。此次下来，你一定要委屈我。
长寿为娘，今日病死在床上，母亲，母亲，你要委屈不分母亲。娘啊娘，你也肯来原谅女儿嫁到王家子一月，那婆婆虽好，怎比得堂上母亲？生啊娘，我父亲虽说也怎比得亲娘
家儿，娘在家中人心情，好容易盼得今朝满月归，指望重聚母女情，谁知你代代丈夫你是何，代代为娘母亲人是病。我留你一笑多泪婆子啊，小娘痛心，我痛母亲她怎知女儿心痛？母欲困难言，徒真情。也罢，娘娘今朝放儿回家去，我啥儿再来帮娘怎么为娘我死了半天，你还是要委屈我？要委屈？小姐，我们就不要委屈了吧。丞相，大乔死，当脚。你要委屈，生比你委屈，必是为娘当初不是母亲，当初不要你委屈吧。母亲，这都是女儿的不幸。母亲轻伤女儿百病
在王家受了委屈。秀英，儿啦，夫人。做啥呀？叫侬都媳妇大娘一道为娘家去弄福气，那弄福气不就算了？为啥谢谢家一回来，一回来侬还不肯上来？你到底为啥？铲子，扶摇头。丞相呀，丞相呀！请老夫人，丞相啊，对小家说姑爷来在。哎呀，哦，有请小姐。老夫人姑爷上来了。伯伯官人，请上来来。哎呦，好过好过。秀大娘来。媳妇拜见伯伯。哎呦，伤灾伤灾！媳妇啊，这路上辛苦在，夜里早些歇歇，啊不，还要下去在。媳妇送伯伯。哎呦，不要送啊！稍等稍等。让我关这个门。耶，这丞相搿去搿把来惹做啥了？丞相，丞相，来！老夫人，丞相啊，搿侬在里头做啥？我要服侍小姐。哦，侬要服侍小姐。小姐没有姑爷服侍呀，去到小房间里困觉去啊！老夫人，哎呦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我拉伊拉小夫妻为啥个父母？个毛病啦，都是丞相个头上了。让我关这个门，落这个手。哎呀，阿玲啊阿玲，搿侬真啥个心啦？呀，搿朱爷娘个辛辛苦苦拨侬托住一房媳妇，搿那小夫妻俩嘛应该恩恩爱爱，么，搿来年嘛生个女子，搿我老太婆抱起个孙子，搿样子个抖呀抖呀抖，一抖抖到
上家的，可陈老太太看见这，哎呦，王老夫人啊，侬手里抱的是啥人啦？哦，侬，俺那个儿子，我老太婆个孙子啦。哎呀，王老夫人啊，侬个孙子头皮摇摇，比中长肉。跟我老太婆是多少个开心了？那，侬这个龌龊啥？耶，跟侬儿子发生嘛？侬也帮我养一个呀？跟我老太婆抱起个男生，这样子个抖呀抖呀抖，一抖得到下家头，跟人家又看见在。哎呀，王老夫人啊，侬手里抱的是啥人啦？哦，侬，俺两个侬，我老太婆个暖孙啦。哎呀，王老夫人啊，先开花后结子，来年一定抱孙子。跟我老太婆是想开心，越想越开心了。我老太婆是想孙子想昏头子，个头皮都长趴子。唉，搿伊拉小夫妻玩么么，我哪里来个孙子抱哟？哎，我不讲，我还是困觉去。哎呦！母亲娘啊，母亲她其中竟也不明白，她定要拉我上楼来，今日她为做娘家去。这些事情为，我以为他定在娘家是一桩，我就可以一封血书将他抬，谁知他冤家去冤家回，到时我流奶流泪太难太。先生啊，先生，像你这样随性养花女，与我面目到王家来。今夜在人来领路，坐等天明下楼台。
为桥下随送，枉费了婆婆一片心，欢起来。今是夫妻难，哦他身上的腮都淡红，他今夜起飞要受冷，我啥事叫他去还去，那冤家是定不结好意，他反起要是他受了风火，成了皮，叫谁也是何能？安心。
平时见梦想最真想等我不过去今生。像柳荫平地陪从他，他为何见我像眼中钉？像他这种非新欢，我与什么夫妻的情？我不愿将此断水。想起了婆婆老他生，冤家他枉得是说理不明，那婆婆她陪我享情深，更何况黄门地他担定子，他动完了官身，要几时了婆婆老他生。官司那与他给，想起往事心疼，想我秀英乃是名门之女，千金之体。自从我嫁到王家，一向历年在讨贫富过处，谁知道这冤家他不远不过，竟将我当作仇生。想今日乃是我满月之际，你得伪装娘家母女团聚。谁知道这冤家他不知换下了什么心计，他要我冤家而去，冤家而为，害得我母女痛苦冤家呀冤家，世界上哪有你？你这样不同心。当我路边唱，他既这样对待我，我生凭着冤家他动一想。我还是将衣裳藏容。
想我出家之时，母亲她再三的教导，要我到了王家要孝顺公婆，敬从丈夫。想今夜天气寒冷，我早不允他给一趟的八成知道，要骂我小人连年不追，我要怪我父母养女不教。爹娘啊，爹娘，你教女儿死后。细心吧，说到是一将女儿终身许，是郎才女貌结乱家。十月里他这也好，他那也好，十月里貌也好，他才也高。我是口不应声，心欢笑，但指望同忙化作走失呀大。谁知道啊，我进了王家是颠倒，我夫妻是穿情衣裳，我是出娘胎18载呀，这样的苦楚，我是受不完了。天哪，还是我爹娘错配婚，还是我秀英命不好。我说不讲一声。
醒来，醒来，李秀英醒来！官人，我来问你，这件衣衫可是你替我给的？是为妻我给的。给得好，上来与娃。官人，好天生！你将女人衣衫给在我的身上，要害我一时功名不去。你好狠的心意，你将女人衣衫给我身，要害我一时功名不及的。我不当时与妾人难相弃。啊！龙哥哥，我是小姐，我是傻。媳妇度娘，我心痛死的啦！阿玲如果当媳妇，亲家母自然要唱李夫人到，那，个地气曹操，曹操就到，出去。亲家母，请进，请进，请。亲家母，请坐，请坐。哦，亲家母，今朝是啥个风把侬吹过来啦？我来看看我家女儿。哦，侬谢谢啊！丞相，快去小家伙来。媳妇拜见伯伯。媳妇，那娘来在，快去见个礼。女儿拜见母亲。儿啊，罢了。为何不接言许？哦，来在，想不在死亡做事，我就叫伊出来。阿玲啊，阿玲，母亲，哪有母来在？快去见个礼。拜见伯母。小畜生，
我将女儿许配于你，难道你也曾有谋万怕我受当不起？哼，好一位丧尸妇人，侧口伤人，孤算是有其母必有其女。错事！我将女儿许配于你，你要还我一个道理。把那贱人死尽！你管当着我的面骂他？非但要骂，当于无妨。与我再两面不管，儿啊，来！母亲，弄这个，母亲，我出手，我出手！秀英，我儿，母亲，想不到你家道亡家，贼王牛令4次领走，你还是再为娘委屈了吧？母亲，女儿不能委屈，恰是为何？女儿是杀谁娘委屈，倘被傍身之讨，叫女儿以后死后。既算是此，得为娘婿书信一封，叫你弟弟回来与这个畜生并离。母亲，弟弟在京好好为国，你千万不能惊动于他。为娘是有道理，丞相好好服侍你家交际，是当桥为父，亲家母，亲家母，母亲，母亲。左右有。与我进京拜上
信宋敬城为见尊为臣，老爷为侧击。亲来见礼，晚见什么礼？晚见什么礼？哎呀，父亲，下官闻得父亲身患重病，连夜赶回，怎么见了下官竟这样怒气不息，恰是为何？你选的一个好宰郎，配的一个好女婿。女婿有才有貌，有什么不好啊？好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婿，自从女儿嫁到王家，被王月令怎么的神不相神，鬼不相鬼。你还不快与我到王家领死回来？我女儿随王月令4次领走，我岂肯怕许？父亲千金内王，下官自予逃离。秀英儿啊！家门不应，子不孝，一家人弄得缺点不到了。李大人到，哎呀，放在老亲家来在，事情弄到在啊，出去。鱼贼啊！哎呀，丞相，老亲家来在，快去小家好了。哎呀，媳妇啊！弟弟在上，女儿反复。好了，罢了。为何不见也许？哦，来在，我去叫伊出来。阿丽娜，阿丽。母亲，哪有来的？看侬那个盘！孩儿我是有道理。阿姨，跟侬还有啥个道理啦？快去多叫几声，多叫几声。老亲家阿玲来在，拜见伯父。看才伯父，你是何人？王月令。他胆小奴才，只为当初我爱你才貌，才将我儿许配于你。出家之日，配家转眼，把你牵两天300亩，完成与你修草房屋，这样后台于你，难道连一声愿望都叫不得吗？区区小事，我王月令见得多了。这是
个亏策狂言，今天你必须还我一个道理。还你道理不难，你先待女为妇。待女为妇？难道我养他不顾老吗？满说是养他不老，就是将他另许豪门，我王有龄也绝无异议。此你见我写血书过来，陪我来写。弄过都弄过，个猪呀，娘个我们可以弄过。亲家公，想我女儿乃是离家千金，岂能与你相娶就娶，相配就配？今天你万请桃李也罢，啥是万不请桃李？呵呵，我岂肯草李？死去快！亲家公，各位有表兄请插。就以古来。弟弟，小天才，师傅，这个祖宗上方怕是只是岂能用？师傅，快接！哎呀，慢叫！亲家公，侬为官之人，阿晓得善终死德，岂能不孝？出家从夫，出家从夫，且有嘞，侬把我收到。那，自从媳妇大娘嫁到王家，是愈规愈矩，愈讨有理呀。就算有啥个事情做错，是催进王家，爬进王家，是人弄不着，当了人弄不着，啥？弟弟呀！女儿自从嫁到王家，随即王有龄4次的领受，早帮弟弟回来，与女儿生缘结成。谁知道弟弟回来，开水马，举剑求杀。弟弟呀，女儿到底有何事做错？你总该说个明白。女儿就是死。媳妇也要死得过瞑目。你自去，快来！哎呀，媳妇啊，这是啥东西啦？宝宝，这是一封情书。跟我儿想了，宝宝，媳妇怎会做出这种无耻之事？阿姨，等哪能弄得清爽啦？王夫人是真是假，可对过笔记。丞相啊，快去写个笔言来。是，好的笔记过，好的笔记过，好的笔记过。这老天不是保佑，这笔记是个发动。宝宝，哦，老亲家，我老太婆可能是不懂的，懂不懂？侬到多去看看。王月龄，我看笔记不同，你是上沈家的全套。
好了。情书有假，难道这卞有尊也是假的不成？卞有尊，丞相，丞相，难道是你在穿针引线？老爷冤枉！丞相啊，个小家个东西是由侬保管的，有啥个事情啊，做官讲嘞。老夫人，小姐出国那天，我明明看见卞有尊放在帐里还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为了大姑爷手里的。哎呀，阿玲啊，这卞有尊你从哪里得来的呀？母亲，那天花烛之夜，孩儿在房门口拾得的。花烛之夜在房门口拾得的，哎，这倒奇怪噻。哦，丞相啊，那天新房之中住了李家的后头，还有啥人啦？住了李家养娃，还有我生媒婆。来带生媒婆。是。哎呀，快见窦老爷！生媒婆，我来问你，你可曾杀这只鸟钻和这封书信？老身不知情，不知情。我是问你生杀不生杀，并无问你知情不知情。这是牛钻我认识的，是你家小姐的，可怎么情书嘛？哎呦，老身不知情，不知情。好一个唐代的生媒婆，平常的一封书信，你怎么一见就知道这是一封情书？你还敢说不知情吗？老身不认识，不认识。不早来呀！又拉下去充当市场。是。哎呀，我走。这都是顾魏公子出的旨意，只因他宽容你家小姐，不料老爷家小姐许允他王公子，因此他怀恨在心。他让我去偷小姐的玉钻，他写情书一封，让我对着新房之中故意生我。王公子看见，好出三子的姻缘。哎呀，这都是顾王一公子出的旨意，与老身无关，与他是生命。东个爱人精啦！来呀，去我明天带生媒婆到鸳鸯神问，不得有误。是。秀英。将你许配王家，谁王月令4次领走，怎不叫为吾痛心呐？娘子，王月令，你如今带他回去，他杀便好，是你的造化，尚有3长2短，我岂肯怕许？丞相，快我小姐为夫。请阿公弟弟，女儿不能委屈。恰是为何？女儿就是死，也要死在我家。师父，此次你要好好养些身体，为吾去了。来到请阿公，请阿公。不愿随吾委屈，为何愧体不去？弟弟，女儿啥时病好，定会回来侍奉丧亲。女儿稍有3长2短，就当女儿36、9岁，早已病故。女儿归送弟弟。李家千金，家成了
为我行走是道教。我还是有长河短，那海老心血一旦抛弟，了。小姐，娘这个样子，要为我日后放心的想，才想快我小姐为夫。是娘子，你见我小心了。秦大哥，有功，有功，秦大哥，有功，有功，牺牲我在，母亲，母亲。母亲，孩儿我自在了。现在我有啥个话好讲？搿从前个辰光，搿做娘个事问侬不讲；话问侬不想。今朝一家人弄得7点不到，弄到讨鸟子呀，来不及再。母亲，我后悔呀！侬会呀？侬有得回来，母亲。教训，今做了薄情薄一层，娘娘羞应少于藏无多，你叫孩儿怎做人？拜望母亲来做主，从今娘的言语句句听。从今朝起，侬听娘的闲话噻。好过起来，多谢母亲。哎，阿玲啊，今年是大比之年，侬快快上京赶考去，实得光帮着侬来了俺岳父面前也好有个交代，媳妇面前赔个礼，这样还可以夫妻和睦。搿做娘的这样上进去，我气不气？孩儿遵命。哎呀，母亲，娘子病重，望望母亲多多照看。哎呦，不要侬操心，是啊。哎，我啦倒是要讲回来个，搿桩事全靠阿玲还是挂不来个啦。
亲家见犯无儿不孝，得罪二位亲家，今日能为他与功名成全，放宽在我二老份上，多多见谅。哎，愿令一事告终，过去之事也就罢了。亲家公，亲家母。阿林与官做，一来他亲家之福，二来是媳妇娘之福气。万是亲家母的福气好，大家之福。待我唤他出来，那帮丞相听了，否则小姐出堂。是，有请小姐来。他北朝东来连朝。
哎呀，我讲错了，我与秀英虽是夫妻，恰未曾连理。如今她还是一位千金小姐，我理应称她一声小姐才对呀。啊，小姐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哎呀呀！我又讲错了。像我今日得中头名状元，他乃是状元夫人，我理应称他一声夫人才是啊！啊，夫人下官这厢有礼了。夫人，夫人传奇需要将我愿，且听岳林言相传。当初是结成十几年，如今是水落石出一命啊冤。那媒婆下药朋友事，我是真心悔过所言。啊，夫人啊，过去之事休再提，请夫人快随官告解风你不要多言多语多相传，害得我们多思多想多心酸。坏的娘错贤错婿错配婚，配了你这个为人为女儿心慌。你不给不生不想不理睬，你为什么满是满心满要拉做？我做比受苦受难受到瓦尽，害得我是哭爹哭娘哭丧过。既算你是大富大贵的大状元，你就该区区一个美的美貌是美算状。娘，当初要是没有我家小姐替你披上那件女人的衣裳，我看你呀也中不了这个状元。你娘子，有夫，你跪下来做臣呐！有夫，娘子不肯接受于公关，那么有夫得为相劝。起来，多谢有夫。秀英来了，弟弟，你莫提前
情为心，历历改，曾随往爱皆风光。弟弟呀，那日定前把婚退，气得你弟弟关长断，此情此景在眼前，弟弟你还会替他来送红光？娘，有母。有目，有目，你却起来，多谢有目。看顾一旁，秀英儿啊，母亲，难得他今日吩咐为新官儿吧，你快随凤冠呀陪穿。母亲娘啊，慈儿不孝为母啊命啊娘啊娘，难道你嫌烦此事都忘我？他见官在娘亲面前，要将儿当他进官有母不教，把母还。他自个多丈夫儿不愿，管他长远不长远。娘子，有目。娘子，弟弟，小畜生，在家不听娘教训，焉得媳妇受穷冤？为父不管家中事，要劝去你娘去劝。母亲，啥？母亲，娘子不肯接受凤冠，而母亲得为相劝。哎呀，阿玲啊，这媳妇大娘连自家爷娘的话都不听，阿婆的话更加是不会听的，做娘不去倒霉，母亲的话，娘子她一定会听的。不去，当真不去？也不去么自家不去。也罢。母亲不肯去相劝，我纵长远也枉然，就算一生空家堂。到美国，多谢母亲。来得远点。媳妇大娘，伯伯，我个心
别扭。阿玲是我个手心肉，媳妇大娘侬是我个手背肉，个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老太婆杀不得那2块肉。媳妇哈侬心宽宽气呼哎呼，演得媳妇来听婆婆。阿玲从前得亏侬，难为今朝陪在是泪成冲。侬可以跪到西，哎呀跪到东，谁哭得跪的是红哎呼呼。媳妇侬三番不离，已是长远佛祖要去无上走，各种聚焦严丝刀啊！侬颜良媳妇就好见拉姑，听从婆婆接风棍，高明夫人侬做啊！婆婆话意思媳妇重生阿母，婆婆的很大名非亚夫，夫妻不死就有，唯有我是不明不白受折磨。我不愿与他夫妻和，只好过问你老婆婆。媳妇侬是一辆放着的一拉弓，夫一头立马两一头，千错万错是阿玲错，我不得侬走不错。媳妇侬啥法度夫妻不，害得我婆婆要人难做，竹林雨水要担任，王家儿女要团香，个岂不是一场欢喜一场空？我是养什么儿子还做什么婆？希望侬马个神经接婆婆，夫妻中欢尽谁苦啊！婆婆话我不愿与他夫妻和，我情愿一手管堂同你情愿一手端汤里问啊公啊婆，真是我眼为个好新拉妇，终于为难难生我吧。哎，阿玲啊，侬说要夫妻和睦嘛？自非侬长远归的屈人啊！错！阿阳母亲，这乃是天子门生，凡是预备钦点的生活长远，岂能向娘子下跪？啥个天子门生啊，辛苦长哟！